第3章，恁做妇人人诶，着顺服家己诶丈夫。安尼，若有毋信趁道理诶丈夫，因虽然无听道，也可以因为妇人人诶品行受感化过来。这正是因为看见恁有贞洁诶品行，甲敬畏诶心，恁毋通用外貌诶边头毛、戴金器、穿水衫做装饰，只要用内面存着长久、温柔、安静诶心做装饰。这伫上帝面前是极宝贵诶，因为古早时仰赖上帝诶圣洁妇人人，正是用这个做装饰。顺服家己诶丈夫，就亲像撒列听叹亚伯拉罕称伊做主。恁若行好，毋通因为行法来行邪，就是撒列诶查某囝。恁做丈夫诶，也着照真理甲妇人人相甲掂，因为伊比你较软弱，甲你相甲承受生命诶恩，所以着敬重伊。安尼就互恁诶祈祷无有阻挡。总而言之，恁拢着同心，彼此体贴，相疼亲像兄弟。存自人谦卑的心，毋通用歹报歹，用辱骂行辱骂，反转着祝福，因为恁是为这个蒙召，通互恁承受福气。因为圣经讲，人若爱生命，愿享美福，着禁止只无出歹话，嘴唇无讲诡诈的话。也着离开歹行好，祈求和睦，一心追赶。因为主的目睭看顾义人，主的耳孔听因的祈祷。只有行歹的人，主向因变面。恁若是热心行好，有一罪害恁呢？恁就是为着义受苦，也是有福气的。毋免惊人的行法，也毋免惊兄，只要心内尊主基督做圣。有人问恁心中愿望的因由，就着常常做准备，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逐人，存着无愧的良心，互恁伫什么事上受诽谤，就伫什么事上通互遐个侮辱恁伫基督内面有好品行的人，家己觉得见笑。上帝的旨意，若是互恁因为行好受苦，较赢过因为行歹受苦。因为基督也捌一摆为罪受苦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要引带咱到上帝面前。照着肉体讲，伊是受治死；照着灵性讲，伊搁活啦。伊借这个灵，捌去传道，互遐个伫监狱内的灵听，就是迄种情伫哪啊有被方舟，上帝容忍听台的时阵，毋信的人，当时进入方舟，借着水得救的无罪，只有8个人。这个水所表明的洗礼，现在借着耶稣基督搁活，也拯救恁。这个洗礼本不在乎拄去肉体的污秽，只求伫上帝面前有无愧的良心。耶稣已经进入天堂，伫上帝的正边，正天使，甲有权柄的，阁有能力的，拢服从伊。